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晡日福氣來的個節目。今晡日同大家是虎口送客，哼哼聊聊，談講了下虎口送客，讓大家上的某項變化動態，到底係用應該變化動態？你哋大家上嘅咩物個邏輯？實時東西安用應哦，其實當有意思嘅，東西度地度，等年大家去發現。今日咧繞場今日來賓係馬莎咧，是喺你虎口送客嘅重回歷史中，羅美瑤先生歡迎。大家好，我係羅美瑤，我今晡日有個機會啊，來大家介紹虎口送客，徐晡日。耶，歡迎！聽那個繞場嘅係讀虎口送客地圖嘅藝術家，又係呢個歷史中小瑞，歡迎。大家好，我係邱小瑞，非常開心來到這裡。耶，歡迎！好，講到了後，一堂嘅老太哥講話是啲，嘅老太哥是應該虎口人嚟啦。好，改變大幾多年嘞？哦，我出世就該到了。哇，所以你昨天講係跟你的故鄉什麼？怎麼還要問嘞？問的就是我們的藝術家，有沒有小瑞？有沒有哈？其實是媽媽是客家人，媽媽也客家人，對吧？對。哦，所以小瑞沒客家人啦，哈。你談的是客家話，不過好冇講，比較沒有說。是。對，然後你現在是昨天講係讀虎口的。算駐村藝術家嗎？可以這樣說嗎？也可以，但我們也是住在當地的。哦，也是住在當地哈，生活在當地。哦，好棒哦！所以你現在有沒有很愛虎口？有，所以才會投入那麼多的心力。係啊，因為吼，我老老太哥在錄節目之前，我去打嘴鼓，做啲講述到去非常嘅為虎口去設備起到，因為我問佢嘛，講你下虎口送客，我講你做埋做到虎口做完多嘅事情，叫剛剛故鄉啊，對，親到幾乎我對水落去走起來呀，不太敢認識。我想說，這是一個怎麼樣的熱情？有一感熱情，我覺得就是因為我愛這個地方。好，講到兩片，大家講到虎口，大家嘛地，頭擺佢停手就是一個商圈嘛。可是幾乎很多的興衰，為什麼現在又起來了？又起來了？這是一個怎麼樣的谷倉，還有應該契機？嘿，我哋送客新歷的時間係2018年，其實是2018年簽動期哦，我是努力過動到白，不過條件唔會都忙到，所以緊是冇計機會來新歷。一旦等到2018年的時間哈，機會來咧，嘛個機會來咧，人手未拿咧，嗰當時拄好香港所老人送客配合，哈，規條虎口路街做成行人徒步區，是個非常的友善的一個環境，可以是以後，還是講儂你係條件達到咧，所以嗰當時是可以是吼。喺度送客的發展，一來韓國來，聽見人提班嘢咧，時間咪過得當家個。談老太哥講咪是到講到當輕鬆吼，其實大家有啲其實冇玩輕鬆，其實要當到個挫折，當到個困難，因為當容易從你母起來。剛才佢講到當輕鬆講哦，有個徒步區，其實那是一個剛好是一個轉折，因為大家就會覺得好像。假日有空可以去那邊走一走，然後它的點做運動有特色。一開始是不是很多小活動？一開始當到誰發動？都開始就是啲當到發動，太誰發動。我哋有立行誰立行啦，韓國該金絲步道啊，該當到其他地方當到行，當到好快。哈，可這樣不足夠，啦，哈，所以就是你說要讓它永續一起來保持其實不容易，所以舒淇小旅行其實沒有，所以你們是，所以才會想辦法以青島地給特色找到它的特色，所以你們大概後來是怎麼樣發展你們的特色活動？其實我們在那個商圈裡面，那時候18年其實開始陸續有不少店家加入，那我們就是也通過。一開始沒有，聽說第一家是。羅大哥的咖啡湯係嗎？你是唯一第一家在咖啡湯哦，慢慢在發展。我們07年到的時候，其實那時候大概也不超過10家。對，我們家07年，那18年的時候已經陸續比較多了。那所以我們也透過這個小旅行去，應該是說，把很多的資源把它找出來。對，所以才知道開始串聯說，有這麼多，現在有這麼多的店家已經加入商圈啊，加入在這個老街了。那透過商圈，我們再把它結合成不同的小活動。對。所以大家那邊大家去到改變有只有好摸看店商店做得 on。聽起來好像很簡化，有沒有？就有些店可以逛。可但講你們是不是還有冇個從係通路費？
一開始又講到水利行嘛，可是水利行好像不足以支撐對於整個我們一個商圈的營運嘛，對不對？同樂會，對，同樂會的話是我們開始透過一些經費，那我們把桐花，畢竟它是我們客家的一個主題，所以我們把它放大，然後把它放到商圈裡頭來，做成這個桐花時期的一個同樂會的一個主題活動。那串聯這個主題活動的話，我們有音樂表演，然後而且我們不是只有一天，我們一做我們就是做了4個禮拜，1個月。哇，就是每個週末都會有，那這樣子會比較有那種熱鬧的感覺。會不會太忙？會挺無閒嗎？都無閒，可能都睇過，都無閒。對，但是因為透過這樣子，我們也開始經營商圈的像臉書啦，因為現在人比較年輕化，大家會以這個數位上面來看社群，對社群，所以在那個臉書上面，我們慢慢的把它曝光，慢慢的去把它經營起來，對，所以我們到今年現在剛好這幾天剛好我們商圈破萬人數，粉絲人數有破萬的。哇，恭喜恭喜！等一下節目聊天，還沒有回去加入那個粉絲，我會變得破萬的難為感，好嗎？因為還想動有意思。如果講有兩片，其實也不止，你們那個通樂會嘅活動每一年都有，目前每一年都有，係嗎？係，當年度。今年第3年呢，第4了，第4年，對，第4年，今年第4年。係啊，好，所以台港喜多改片，所以是不是大家就會覺得，應該喜多改片，我覺得我不只是來這條街走一走，帶起來夯夯，其實我就會參加活動。哦，還有唐宮，你們還有像是電影節、天穰節，這是什麼？這唐一類很迷人呢，動聲音哎。電影節、天穰節啊，當然就是哈，台北府口路街哈，從60年代、70年、80年代學，嗰種就是府口路街是該有動模發展的時間，是動模音嘛。動模音的時間就是機會是動到天穰公司哈，使了點翕天穰，包括軍教片、愛國片，還有港片，動到嗰種是哈，來府口老街取景，不是簽的呀。50千，你有看過？我有看，我從小看到台，我從小是看到了天穰名勝呀，哈，做乜事？即大把又拍戲咪去天穰，是過來看又馬上看從小看張艾嘉，從小看個胡因夢，張艾嘉嗰種是從20歲呢，細啊這一天呢，還有陳冠泰啦、上官林鳳，嗰幾個寫就是看佢哋，都是大紅明星，台風嘅明星，香港體育名嘅個名勝，全部都府口路街翕天穰，因為府口路街街條看到是從民初的時代嘅上海啦，嘅從當到嗰種建築又話看到是當適合呢度咧翕天穰嘅啦。咁其實到一旦從6人、7人、8人到9人年台，當然是有人來翕。哇！所以這樣子當到影帝講府口那個按當翕天穰當有名。哇！所以你就是想講就按用改優點，是典型大家的一個好像是一個記憶景點，有沒有？哇！所以就有了一個電影節，有沒有？對，也是我那時候也是聽大哥在講這些。我剛聽的時候也是覺得哇，好震撼那種感覺，對，然後我就那時候就很幻想，那時候在他家裡面聽完，然後就跟他分享說，那我覺得如果在街上來放這些老電影，這樣的場景，然後加上那個電影，感覺會很棒，很棒。對，所以其實這個發想其實也不是一開始想完就可以辦了，因為也還是要經費，因為播電影其實蠻燒錢的，而且還沒是像是你們是以文子電影院的奉行嘛，就是在。類似，文子就是戶外的、室外的，但是其實室外還是有太多的一些不確定因素，所以我們可能像今年我們也是會有，今年還是有電影節，但是我們可能就會把它拉到室內，然後來做一些不一樣的一些呈現吶。好，所以意思係咪？意思係講，許多改變商圈夯夯聊聊的時候，還可以參加電影節的活動，而且看天穰。那就會從台北出那邊翕過天穰，浪漫呢，都浪漫。你們翕過東天穰沒？所以從出那邊大家還是這樣看。嗰度因是講，佢就看到，有的因為看到佢誰些自家，有的因參加過臨演嘛，所以佢就看到佢自家台北佢馬上就個天穰裏頭出現。太有趣，動身起。嗰種是翕天穰哈。是有動到人的啊，動到人所有的臨時演員全部是在街路頭找來，找來全部找來，一個先不記得，睇這個來翕天穰，有的翕天穰，看動到人動到人像啊，什麼特別是訓練線就翕天穰，佢咪參加過啊，加上這體育名是梅花嘛，梅花該東西馬上該導演啊。
該導演該，人家凶凶咪凶起咯耶，脾氣激發，然後個誰就講伊搶這個當場是該罵演員的，該胡一夢當場沒罵掉呢。哇，這個我們在那個綜藝節目都聽不到的，有沒有？他說演中，哇，所以連下戲都改編，所以這也是你們的一個特色跟法統哈。不過講到兩邊愛比論講，其實我覺得你們真的很與時俱進，而不是說啊，我們只是你知道瞎動音了，所以你們還有像什麼數位福袋，對。那數位福袋的話，也是就剛剛說的，因為數位平台大家的習慣嘛，那個使用上，所以透過經濟部剛好有一些計劃案，那我們就結合計劃案，把這個數位商圈把它放上去，那就會在他們的一些相關平台上面可以看到全台灣，那包含我們湖口老街這個商圈的這個相關的介紹，然後有哪些店家，然後上面這些店家又有提出哪些小優惠，所以就叫福袋嘛，對，是這樣。所以这具體來說很容易。我是花錢買一個數位福袋，是這個意思嗎？不用花錢，不用花錢。對，它其實基本上幾乎是免費的，然後你就是可以直接進到這個網站，就是數位商圈的數位，對，然後進到這個網站，你就可以看到獲得很多的資訊，對，甚至是小義工的優惠也會有，對，哇塞，很棒哎，哇，很好，等下錦溪。我可以感覺到這個是創會理事長，然後到這個理事長，這中間又改穿心有很多的狗腸，其實吼還有動到老夫客送客又關係個動力和個東西，大家停出來，所以聊下，你等下常來講。東方伊走在繞牆頭，類似富橋送客嘅重回歷史中，老太古還有一個藝術家，好小瑞來到兩邊，恭喜財報喲，今日走在繞牆頭兩屆，真是東方伊因為啊，楊英講係好消息，表示你個富橋送客不大家做到當好，而且了對推翻當重了，因為大家可能是會講哦商圈送客，其實對你來講，其實有當多東西嘅保存。好，當多東西嘅創新，好，然後又係一種美學，然後藝術，然後啊，我也持續對推翻來講，也係一種當好公共嘅推展。就說我而且也做在發展到本地國家公共嘅特色，我們等於是說國家觀光的一個特色，就不會只是好像千篇一律。好，我自家嘅感覺係咁樣，所以希望講哇，係講你做到日好，當到嘅國際觀光客也做到來到你嘅客莊地圖來看一下，我嘛講到客家文化，客莊係相當容易，所以覺得很蠻令人興奮哈，還有個心情。不過上頭節目有講到嘛，比如說我們有這個數位福袋，不過等下你講的就是一個無形的資產，係嘛講的藝術家，是不是？是，裡面有非常多的駐村藝術家，對嗎？駐村藝術家，是在老街，其實我們這邊的特色的話，我們常常強調一句話，就是要說一家一特色。對，來到我們老街，就是希望大家慢慢的走進每一間店，然後去慢慢的欣賞。那有很多，包括像我自己是做玻璃藝術，然後我們還有陶藝的老師，還有做木工的老師。那其實每一家它都是在我們當地，其實都已經有駐店，大概至少都是15年。哇，都至少15年，所以其實對在地都有一定的情感，然後都是在那邊生根發展，不是說一般的商店街，然後商店說請了個人在那邊賣，那他在那邊創作，然後製造，然後而且甚至跟客人分享，所以我們這邊的店家不管是哪一位老師，其實都很愛聊，客人來高配又改廣告，好像交朋友，對不對？對，所以來可能有的還會奉茶，那個陶冠老師那邊喜歡喝茶的都歡迎去，他那邊就是會煮一壺的那個普洱茶，所有客人進來願意坐下來，他都會奉上一杯普洱茶。對，所以在陶腕的部分，你還可以除了去看，然後去聊，然後要做手作，我們幾乎每一家都也有手作。哇，對，我們現在大概手作算起來大概至少6、7種，要做陶的，要捏陶，或者是要手拉胚，那或者是說木工自己拋筷子，拋出來一雙檜木筷，可以帶回家嗎？帶回家，然後上油，上食用油之後，那雙筷子就是你自己的，然後拋下來的木屑很香，因為是檜木。對。
所以這個檜木的就是把它裝成一個小香包，也是自己帶回家。那我們玻璃的部分熱工比較困難，因為玻璃它其實分成比較細，它有熱工跟冷工。那熱工要1000度的火，其實有危險，所以我們那邊是做冷工，讓大家可以把你自己環保的杯子，为什麼說環保？是你的一些瓶瓶罐罐，家裡面用完不要的，但是你可不可以拿來，然後上面雕刻圖案、刻文字都可以哦，然後也是可以把它带回去，然後甚至再結合我們那邊除了這些工藝師，現在把一些生態教育的他也來，做一些生態瓶那可以直接在那個瓶子裡面制作，所以很多。你知道為什麼覺得很令人感動？都不應感同意是誰安用？因為說實話，我覺得台價嘅進步也不是1天2天是安用進步，因為台灣還未起到啦，係講台灣係講要嘛嘅台價總會做生意嘛，有條路街，因為發現台價價都強了。你明白我的？你這一戶是這個，這一戶也這個，這一戶也這個，這一戶也這個，台價都強了。可是你剛剛講的沒有錯，一加一特色是安用。其實對日本都改灌貢改推展是安用的。你整條街我們大家都講好哦，因為我們要的是我們共榮共享。大家向下繁榮，向下享受安用改感覺的世界。我們要講好，我們每一個都不一樣，他啥都沒強了。我們要區別出你的特色。剛才唐小瑞安講，還是有富 Q 送片這一點就真的很令人感動。而且很多改變不是逛老街，不是一直看然後買個東西吃。你看，這有一個你進去手做，你覺得很有意思。可是這也是另外一個文化的傳承跟文化的認識，對，大家都會講很安用音吧，哈，所以小瑞本身就是啊，對不對？你自己就是很多年前就回鄉，所以你做的是琉璃，對，繼承媽媽改工作坊走這樣講哦，是沒錯，對，原本是有跟另外一個老師來做配合，他也是台灣的一個很厲害的做玻璃大師，對，那我回來我自己愛玩啦，然後原本是玩票的。然後之後才開始學習，然後去學更多不同的技法。對，那玻璃剛好也是新竹的產業啊。錯，對，新竹專門做玻璃。錯，台北嘅玻璃應該是有台北玻璃洞。對，你老台國天朝地，你因為講天然講到暗河塘天朝地，台北新竹嘅玻璃，你想睇個玻璃有雕花，你知道那多漂亮？後來都沒有了，所以人家東都改蘿蔔，改玻璃也趕快清掉。很多人都說不要丟，不要丟。你留給我，它有最終都改利用，做你拿回在一種藝術價值的呈現。對，對，所以對老台哥來講，應該也到小瑞身上看到這個很值得的這個工藝的展現。一看很多年呢，是5年嘞嗎？是5年嗎？對啊，有哈，伊記到搬到那邊差不多20年嘞唄。哈，基本差不多15年，可能咱一路啊行了過來。動銀進的銀啊，動銀進。所以孔乙你們兩個算是一個龍沙算係很好的夥伴，很好的夥伴。然後也就像洛台夠講誒，這個商圈挫折很多，對，好一路走來天時地利人和，努力一定有。不過是因為天時地利人和，所以你下場又發展到你下你看到個富 Q 個送片，哇，太棒了！不過我想吼，是除了剛才大家的分享，大家會知道哇，很多改變其實，好像走的事情易到，可是我知道對我來講，我個人，如果我去到老街，我知道老街對我來講，我知道我最喜歡的是看那邊的建築，改變個建築非常個有特色，對不對？很有特色。馬上來好好來講一下改變建築個特色。我來講哈，富 Q 路街嘅建築嘅方式啊，其實佢起嘅年代哈，然後台海，然後三峽，時間差唔多。不過又唔係冇強容咧，因為富 Q 路街記得係屬漢人嘅所在。台海，然後個三峽，尤其係台海，佢嘅時間發展嘅時間很難做。個河洛人特別講河洛人啊，記得嗬做埋時間是下太可以了解，佢起嘅屋出嚟會下降，所以你喺三角地方嘅建築肯定要重新動牆，其實動到地方是冇強容嘅。你講富 Q 路街係巴洛克式嘛？剛講到有冇埋牆？有點牆，有冇含牆？因為它有這樣的。巴洛克式山牆啊，就是台海路街，你看幾條街哈，因為佢河洛人起嘅屋絕對起這樣，漢人起嘅屋哈，
絕對是下保守，好質樸感覺。不過虎口勞改就是動態特點。佢120年來保存了體好，還有虎口勞改係體切，佢嘅點天下咪體發，佢嘅路面咪體發，所以呢個虎口勞改哈。那比較其他勞改，你會發現虎口勞改啊特別好行，因為佢合法。然後虎口勞改搭建可以咧從強浪，其實搭建是冇強浪。哇！佢係那個師傅哈，材料來冇強浪地方，師傅講咪冇強浪，所以你可能喺裝嘅色水話冇強浪，佢自己碰嘅方式咪冇強浪。結咗嘅方式咪冇強，所以你會發現連殺3時間為一隻行式，是地講啊，該人是死嘅時間是冇強殺就該死嘅，是講強則體冇強體足2-3強體是一連殺3時間，所以虎口都係你看起來哈，因為人家一叫形容詞呢，很簡約，又很筆直，所以虎口勞改你來一些哈，你來平常你拜六禮拜六人家講咁多，你也平常去來一些，你只會來到那邊哈，你只會享受虎口勞改的寧靜。嗰種時你行入虎口勞改，你發現虎口勞改啊，嗰800年的老建築很研究來哈，很出來邊。保存得很好哈，像坐時光機嘅感覺，做到跳擺，係非常難得啦。好，非常難得。其實我談老太公安講，是不只是動上的戲，因為乍看之下，看起來動上動，除了係復古哈時光機按我嘅感覺，因為就動上。不過老太公剛剛講到動都該重點，其實你仔細去看，很多戶它的細節冇強的，好看起來好都是這樣啊，而且很整齊，那就是一個美嘛。從我們講每一個戶的細節冇強，是種工匠不一樣，師傅冇強容，所以色水美冇強容。可是其他的地方雖然講看起來沒有那麼，我哋老太公講誒，不是那種。雕梁畫棟那種很華麗，可是它有一種質樸的美感在裡面。然後，對，因為上戲你睇到冇強改，它重你看到佢改瓷磚的世界，那個瓷磚的顏色，哇，會覺得哇，那個時候人的美學怎麼那麼好哈？所以我們才會有瓷磚博物館，你那個每個瓷磚都是我們遺留下來的。你講你嘛改特別改，從你客家中間蘿蔔改那個浴盆。水風貌那一打，有沒有看瓷磚？那個我們現在也是要保留，對不對？現在都沒有了，因為底下別心都會縮大改東西，所以俺師兄談老太公講的時間，俺弟啊可能俺年紀改關係，可能看電視改用起沒有還有俺講講，是咪啲啊？俺弟改係乜改？俺弟改係乜改？挑牌冇講講，因為挑牌你逮到改片，你還轉移來上的時候，哇，太珍貴了，太珍貴咧，係你要好好的保留下來。所以意思是講，你下係講呢度虎口改勞改。你好好的欣賞佢嘅建築，唔過喺要當到嘅藝術家度地度，就得讓你享受大嘴鼓，不用認識冇強嘅藝術。還有乜嘅故事聊下？你等下再嚟講。要講到老太公啦，小瑞都個節目地都來大家來小改虎口送片哦，哇，是講下來一路下來冇容易呀，哦不簡單。不過今日走對老大家來小改，我覺得其實當歡喜可以有這樣的發展，不過也希望個航班還是可以持續，我覺得永續最重要。好，講到兩片，我一起都有在發同貼片，老大家來分享，所以你都有在東西很多新春宴、夯春宴席，嘿。該係乜嘅東西？該客話人哦，食福啊，食福，食福，是馬上嘅福呢，是媽祖婆嘅福，因為佢係福氣嘛。因為媽祖婆哈，當年嘅正月差唔多初八左右哈，意思話你話你呢，所以有賬，因為喺那邊虎口那邊有家長論親哈，供奉。是該罵婆咩？罵婆是過年的時間哈，所以有種時間是罵婆是湊巧啊，還這個是還沖水是可能佢按湊巧哈，還這個該敲鑼打鼓啊，就是有種嘛，一年行下來，
因為佢輪簽嘅啦，所以今年係輪到創案啊，是創案做莊主。今年輪到副橋、副將是副將，比如講係到副將啊，該東西應該寫些是可能，該會島主嘅時間哈，馬祖嘅橋。講橋因為道理就話，所有種村民是đều作đều的，所有作đều就該態度上，比如咧，我卡有乜嘅好事嘅毒攀啊，還個財寶啦，有乜好作，但乜嘅好事，通常đều去作當擺，擺下來時候，該講橋因為經過，馬祖坡未被經過，喂，機會聽下來說主。是主，跟馬祖坡用個啥？我講這是旁邊先聽的，沒問題啊。他這個係是主嘛，是主，因旁村附近人全部來。大家講下說，講下說，因為你係福氣嘅嘛，在馬坡本嘢。是福是安陽人，是福咪啦，是安陽人，旅遊是安陽人咪啦。好有意思，都有意思。按多年來咧，嗬，你係施捨變到點樣啊？變到人很多。哦。差量很多，參加嘢很多，所以變到講哈，上次人跳擺講路嘅風水上冇辦法應付你咩，是變到，三員工後背哈，遇到當台天差倉，該當時是兩經驗是做改變，設咗當台嘅宴會場所是擺所有嘅作息全部不用改變，時間到，先條繞是跌到兩邊來，哦，所有嘅人。啊，是做改變習主，除了講橋人以外，所謂叫做參與人以外，所有的人全部做到一些。大多副橋改變啊，做到人全部來。可是如果多有觀光客外人，做得來冇問題啊。台這個來，50錢啊，沾福氣嘛，吃那個福氣。是安陽意思，有咧是安陽意味啦。啊，新春宴安陽宴行未行講宴嚟咧，當然是係當小鳳樣，當然是。因為大家未知道有皮不福氣嘅感覺，所以是福氣味啦。我問一下，像係講，我啲老太公嘅意思，跳擺做啲安陽行，因為啲行人鐵道咧又差又遠，可能沒有辦法，冇法度家家戶戶家家戶戶面前都擺種種。剛剛問一下，像你講嘅新春宴，都該三元宮、上元宮後輩，安陽幾多種種？哦，該差不多200-300種種，唔哇！哇吼！那剛才再講問一下，該跳擺你嘅意思係講，馬祖坡經過嘅時間，你擺出來都是，我冇還有嘛，該是不用嘛，該我還有半條，該不用半條，我還有種嘅，該擺種嘅，該啲係講讀上年講後輩，哎喲，該強人來盤做係冇？強人來盤做咪做得，自家吊起咪做得，有兩年係有人有信義，係信義，係講有安有信義。每一天講食咧，有茶水全部咪做得啦，飲料啊全部做得啦。因為應該怎麼安陽門店？應該東家我很怕去的人吃不飽，應該不會啦，都是。當我都應該降落去。啊，降落去哦！因為吼大嘴骨也是就流糖老太哥講到，其實糖講比如講有種人會煮一太無個牛肉湯。錯，一太媽鑊嘅。我哋學跳擺中文是陪人家沒去吃蓋呢。因為啲為什麼？王祖那人對人一直批給他是。我覺得動龍滿呢，我知道為什麼，因為不開的東西平時是不是多嘛？隔壁走那種牛肉湯，牛肉湯。跳擺，幾興奮呢？個台灣對人呀，時間到，祖那人是對不對？時間到，超人一點危險。當陣時間時間。我沒去到，你看跳擺只是留下來當多有意思的東西。小瑞有安有改經驗。你有吃過嗎？也有，對，就真的很多東西。你吃的是已經是停車場的。對。哎，家家戶戶會拿自己的碗筷去。對。哦，所以食福宴要自己帶碗筷。他們也有提供啊，家家戶戶就住附近嘛，就會自己帶啊，順便可以打包回家。冇應做嘢，但因為自家準備哦，對吧？自家準備碗廚，自家準備夾，這個是。是包子嘛，然後一件沿路吃啊，好浪漫哦，其實很浪漫的，因為那是一種民俗嘅法統，好一種嘅節氣，好因為施福嘛，施福，好，所以那種性情都蠻強咯，哇，好期待。所以現在你看福橋送客當然還是有新春宴，對不對？該香港所辦的，然後應該不用報名啦，應該不用報名，不是報名，你是第來年一直當其實籌的，那現在應該很多人吧，東東很多，所以鄉公所他們活動命名叫萬人食福。
哇，對，那想要知道什麼時間，也可以上我們商圈的臉書，我們都會把這個活動訊息放在上面。哇，太棒了，鐵證對不對吼？你看啊，講到兩篇，今天這唐多動有意思的故事，最初啦，因為老太哥都會講故事啊，聽起來吼都會你個生命經驗吼。不過講到兩篇，我問一下，其實一路行下來改變動態，我想了解應該講述冇強容，困難冇強，比如說可能老太哥會覺得說啊，我看着商圈10幾年下來，他現在是變得很多人，對，那藝術家有藝術家的另外一個觀點，對，昨天留來分享一下，其實不管觀點怎樣啦，我覺得大家一個最主要其實都還是於在要溫飽。我們有時候開玩笑，糊口，我們在那邊糊口飯吃，對，那怎麼樣去讓自己能夠長期經營下去？這其實是比較，尤其對工藝師來說比較辛苦。吃的東西大家來就要吃嘛，可是工藝大家可能會覺得不見得需要。我完全明白，完全了解。對，但是糊口很特別，它還有一個地方，它不是做那種過客的生意，它不是那種來來去去那種一般遊客走了以後不會來的。我們那邊非常多都是回頭客。他是喜歡老街的感覺，喜歡老街的氛圍，甚至跟我們店家都成為好朋友。所以他大概1個月、2個月不定時，他就會來走一趟，來看看有什麼東西，來聊一聊最近的這近況。哇，對，所以他的經營模式其實會跟其他的那種很熱鬧的那種商圈會不太一樣。對。剛剛問一個好普通的問題，因為當形式的問題，其實你行到根本的位置，你就提他你嘛個困難。因為未來總是有一些未來期許嘛，你哋下起到為了個計吧，係嘛？個就係講你起到你下最大嘅困難，還是要在克服的，有嘛個？有哦，因為上天哈，你下幾年來哈，心中有凍僵呢。好，你下邊頭百度禮拜應該特別多。哦，你多是有問題是產生的，是有垃圾的問題。哦，垃圾啊，聽差的問題。韓國是。個友善環境是講話咩？個偏所有啊，上市是冇買拿嘞。那邊的話，應該挺多了，挺多些啊。哎，大白是收量問題呀，哎呦，該差了天奈何呢？了解。該因哦，很多因如何消化這些人才？因為我們還是希望有品質嘛，希望有品質。你當飯氣，你講有冇點冇好臭嘞？哦，太多人冇聽差。逐漸就是浮出台面的，哎，非得去面對它。你心情，你在上片發展到，你早點相對以後，你一定會面對這個問題嘛。沒錯，一定會面對。你冇問題，你已經現預發性的事情，哎，可能會發生的。冇等到問題當嚴重才會解決。你要買問題是先想辦法，看有冇辦法做得來解決嘛。個擺日都擺冇人當然，冇人當然，冇人當然。你都做得了解，因為你有場病了嘛，對不對？放假就做得有。擺到禮拜日很多人呢，奇怪，多人呢。因為我聽了都很想去啊，當然會動人。那麼人哦，那來錄音，你來錄音啊。不過另外一個角度，我們也歡迎把它擴展變成除了假日來，平日也來。所以我們今年有特別安排，就是平日的小旅行。讓大家來看看平日的老街，然後因為後山現在也有串聯，就是本基窩溪藍帶步道，然後還有一個是茶香步道，是綠帶。那有這樣的步道，其實可以讓大家去走一走。沒有錯，沒錯。因為應該做乜樣講吼？簡單補充一下，比如講從龍潭嘅大北坑，改變你平常擺日都擺，當然冇可能像禮拜六、禮拜天擺六擺你按東西。不過還係比如東東因為行步道，對，伊行步道就是頭髮法，或是改變出趟食盤，因為還係要東東退休感因為高處嘛，你也是單純來講下強容，所以我了解小瑞嘅意思，就是說擺日都擺擺日都擺唔記到會發展就攞住都有個發通哦，所以係講東東緊係講對，咁樣嘅客家種頭客家嘅老街要顯示擺日都擺唔未做得起，意思是係咁樣樣吼。我像了就係好衝究嘅，不過你重回歷史中講嘅，老太哥講嘅那個問題，我們還是要解決啦。好，所以無論如何，無論用意，我像基本你做得繞牆到兩解按從了解，因為到兩片老太哥的分享，兩下虎口送片嘅發展。簡單來講，還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不能當期待的事情。好，所以希望講，
做啲發展咗然後呀，非常感謝兩個應該3萬大表，才有兩下個富橋送去。師母老太哥也謝謝小瑞哈。好，鄉親朋友，拜一到拜五，就喺你行行聊聊，聽下來，向下來做論壇了。要將大家來到福氣來嚟嘅民俗慶祝，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攞兩個影片慶祝分享出去俾大家哦。